第一则擂茶，擂茶，翻译就是擂茶。用记忆来讲，就是大家去食擂茶，大家去食擂茶。来谈下南西嘅講法。大家去食擂茶，大家去食擂茶。一句話意思就是帶他去吃擂茶。記得咯，因為擂茶當到係用食的哦，是用吃的哦。好，聽一則不飲，不飲。嘅翻譯意思就是罷飲。家下段記做嚟睇到就是看到客家不飲嘅表演，看到客家不飲嘅表演，記得要連續變調哦，要連讀變調哦。嚟睇下南西嘅講法。看到客家不飲嘅表演，看到客家不飲嘅表演。一句話意思就是看到客家八音的表演。好，下段就是吉祥，吉祥，翻譯就是金曲獎。來看一下記憶，點都本嘅吉祥當好食，點都本嘅吉祥當好食。來談下南西嘅講法。點都本嘅吉祥該好食，點都本嘅吉祥該好食。一翻譯意思就是店裏給的金桔醬非常好吃。好，家下你就學睇咧嘅詞彙還有記憶，下段就是記型嘅教學。啲短劇地度有講到，去到客家莊聊聊過後啊，會有哪啲相關嘅對話，就做得問對方講，去客家莊看到乜嘢，讓我去幾片了。比如講係像係擂茶、客家八音啊、吉祥啊嘅客家話，都係按用白言講，還有大家去客家莊嘅時節會做哪啲事情咧？比如講唔做得按嚟問。去客家莊做乜嘅？你去客家莊做什麼呢？你談到一句話嘅時節，你做得回答，我去食擂茶。我去吃擂茶。係同樣嘅記憶，你談到去客家莊做乜嘅？唔係做得按嚟回答，我去看客家八音表演，去睇下南西嘅係用白話講了。我去看客家八音表演，我去看客家八音表演。一句話意思就是我去看客家八音的表演。同樣一句話嘅問題，你去客家莊做乜嘅？你做得按人講，我去買吉祥，我去買金桔醬。哇！今日嘅詞彙留記憶，韓國記型嘅教學都教本大家啦，分享本大家咧。下段咧就係複習嘅時間，來考大家到底見唔有學會嘛？聽下來看下見唔有學習嘅記型教學了。